日嚟到韶關牛郎山茶場，帶大家睇下有住600-700年樹齡嘅老樹茶。呢度係藏喺武崗區龍歸鎮嘅一個茶園。龍歸鎮作為8000萬工程典型鎮，行出咗一條強鎮興村嘅特色路徑。唔單止有茶場，呢度生產嘅茶仲係武崗區武隆園公共品牌嘅明星產品，令小鎮通過古樹茶煥發出新嘅生機。呢個就係頭先帶大家睇嘅古樹紅茶，成28000蚊一斤啊！8000萬工程3年嚟，龍歸鎮帶嚟咗唔少新蝶變，將舊糧倉進行活化利用設計，由存放糧食變成存放精神糧食。喺韶關武崗區，隨處可見到美麗鄉村嘅鮮活圖景。行入韶州公園，你會俾呢度嘅景色吸引住，深深感受到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嘅意境。公園裏邊仲藏住武崗藝術館，而家仲有畫展展覽緊。趁住假期，不妨過嚟睇下，感受一下呢度嘅文藝氣息。8000萬工程實施以嚟，我哋睇到咗好多武崗嘅山水之美。喺武崗仲有一個十貝湖，曾經荒蕪嘅小水潭變身成為明星同府網紅打卡點。呢度嘅風景真係好靚，吸引咗好多人過嚟影相。嚟韶關武崗玩，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寶藏地方。重陽鎮同樣作為8000萬工程典型鎮，喺鄉村振興嘅道路上取得咗顯著嘅成效。嚟到水口村可以見到有龍舟文化館，館內放住一艘有故事嘅龍舟，呢度仲係龍舟之鄉，歷史悠久。有機會一定要試下佢哋嘅龍船飯。水口村仲榮獲2025全國文明村稱號，唔單止村容村貌煥然一新，村民嘅神樸熱情都令人倍感溫暖。深入武崗區各個美麗鄉村，俾我睇到咗唔一樣嘅風景。8000萬工程改變嘅唔單止係居住環境，仲大大提升咗村民嘅幸福感，實現鄉村振興同城鄉融合發展。呢個國慶嚟韶關武崗，感受一下8000萬工程下嘅新蛻變啦！